係咪有願意嘅跟隨主到底一生嘅係愛主愛人，遵守呢個大誡大誡，係全心全意愛主，亦都係愛人如己，亦都係願意嘅為佢哋嘅作呢啲嘅見證，讓更多人去愛耶穌。就按着你喺眾人面前嘅認信，我願意奉聖父、聖子、聖靈三位一體真實嘅名為你施浸。好開心亦都我相信咧係天上嘅千軍千使都為你開心，為到阿達叔而開心。我要先問你兩個問題，你係咪願意嘅承認自己係一個罪人？你唔可以自己去得救，唯有靠住耶穌基督喺十字架上為你而釘死，為你而復活，賜俾你一個新嘅生命，傳到一個永恆嘅生命。你係咪願意接受耶穌基督呢個救贖？願意。好，唔單止你接受佢成為你嘅救贖主，而且咧，我亦都想問你，你係咪願意嘅接受佢成為一個生命嘅主宰？你願意一生嘅跟隨佢，榮耀佢嘅名，係實踐佢所頒下嘅大誡命，全心全意去愛主愛人，亦都遵守呢個大使命，就係將呢個福音傳開，叫更多嘅人能夠認識佢。我願意。好，按住你嘅認信，我願意奉聖父、聖子、聖靈三位一體真神嘅名，為你施浸。提摩太後書4章2節，務要傳道，無論得時不得時，總要專心。餐福喺8月23號就舉行咗第二屆嘅洗禮，結梁多榮夫婦嘅洗禮。雖然今日咧係一個好特別嘅日子嚇，大風大雨。昨天晚上咧，我哋都擔心佢哋兩位咧，哎呀，會唔會落水咧咁樣？咁啊問佢，喂，會唔會今次轉為呢個灑水禮咧？咁咧，我哋收到嘅答案就係我哋願意落水。咁我覺得咧呢個係非常之好嘅一個見證嚇。悔改依靠三一真神離開罪惡咧？你是否願意已經接受耶穌成為你嘅救主同埋主宰呢？你是否願意一生嘅嚟到學習忠誠嘅侍奉呢？鍾偉傑弟兄，基於你以上公開嘅認信，我現在奉聖父、聖子、聖靈嘅名給你施洗，歸入基督嘅名下，加入教會。阿門。Amen。我願意從罪中悔改，依靠三一真神嘅恩典離開罪惡咧，睇真啲喎，都要聽到喎。我願意。你是否已經接受耶穌基督成為你嘅救主同埋生命嘅主宰呢？我願意。你是否願意接受一生嘅教導同埋忠誠嘅服侍呢？我願意。梁多榮姊妹，基於你以上公開嘅認信，我現在奉聖父、聖子、聖靈嘅名給你施洗，歸入基督嘅名下，加入教會。阿門。OK，慢慢。何懼風和雨，因有主同在，一生為主用，獻身於餐福。非常之感謝梁醫師嘅幫助，完成咗人生最重要嘅呢件事情，咁感謝上帝。而家信咗主，咁佢當時同我講，我只係因為一切睇嚟都係有神嘅安排。佢曾講過，
神愛世人，甚至將佢嘅兒子賜給他們，叫一切信佢不至滅亡，反得永生。司徒建明弟兄，我以下咧會問你3個嘅問題，咁咧嚟到去公開嘅認信啊。司徒建明弟兄，你是否願意從罪中悔改，依靠三一真神嘅恩典離開罪惡，歸向神呢？你是否願意並且已經接受耶穌基督成為你嘅救主同埋生命嘅主宰呢？你是否願意委身基督嘅教會，一生嘅接受真理嘅教導同埋忠心嚟到服侍呢？司徒建明弟兄，基於你以上公開嘅認信，我現在奉聖父、聖子、聖靈嘅名給你施洗，歸入基督嘅名下，加入教會。阿門。好，黃錦章弟兄，你是否呢？願意咧離開罪惡，依靠三一嘅真神，離開罪惡，歸向神呢？我願意。你是否願意已經接受咗耶穌基督成為你嘅個人嘅救主同埋主宰呢？我願意。你是否願意委身基督嘅教會，忠誠嘅嚟到去服侍同埋一生嘅接受真理嘅教導呢？我願意。好，黃錦章弟兄，請你除咗腳帽好嘛？基於你以上公開嘅認信，我現在奉聖父、聖子、聖靈嘅名給你施洗，歸入基督嘅名下，加入教會。阿門。我信上帝全能的父，創造天地的主。我信我主耶穌基督，上帝的獨生子，因聖靈感孕，由童貞女瑪利亞所生，在本丟彼拉多手下受難，被釘於十字架，受死，埋葬，降在陰間，第3天從死人中復活，升天，坐在全能父上帝的右邊，將來必從那裏降臨，審判活人死人。我信聖靈，我信聖而公之教會，我信聖徒相通，我信罪得赦免，我信身體復活，我信永生。阿門。杯滿日送暖流，關愛鮑魚盤菜宴啊！我哋仔仔一堂有好多嘅嚟自唔同階層嘅朋友亦都有弟兄姊妹。最重要咧，有一班嚟自亞省嘅中廚師協會嘅廚師，義務幫我哋煮呢啲好味道嘅鮑魚盤菜。嘅僑胞主內嘅牧者弟兄姊妹，我哋中廚協會嘅各位廚師，歡迎大家參加嚟到呢個愛城餐飲業福音團契嘅新年聚會。首先，我代表餐福向大家拜年，祝大家龍馬精神，龍年蒙福，福杯滿溢，平安喜樂。各位嘅來賓，大家晚上好。我引用聖經金句：若有人在基督裏，他就是新造的人，舊事已過，都變成新的了。作為開場白，今天係一個特別有意義嘅日子。我喺呢度謹代表亞省中餐廚師協會向大家拜年，